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今日公布第2项重大政见，针对台北大巨蛋提出保证安全、体育优先，公布档案3项态度。陈时中表示，若准上任了后，会公开资料，让大家针对事实来讨论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甲大巨蛋争议延迟8天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即马挂3项保证，除了严格保证安全接发执照，卖好者通办棒球赛，更加发出要公布6年来的档案，有比例来。8年前我们都被说服它是一个弊案，可8年后好像又不太像是。事实没有呈现得很清楚的时候，就贸然的论断，那恐怕也不是一些正确的一个做法跟想法。 所以我们才会有想法说，把一些相关的记录资料都公开来。提出来后交通问题了后，继续吐瓜市府误解难题，更加宣讲无应该将公共事务看作政党的恶斗，通互大家看棒球，这是民众要爱的。大巨蛋从头到尾就是打棒球，一些人在带风向说他不能打棒球，这是早就已经是谬误。你去现场，大巨蛋就是一个棒球场。 他提出的3大保证，其实这早就已经是大家的共识，那也已经是现在进行式。他漏了好几拍，现在才跟上，他现在才是真的醒了。 大巨蛋自2012年开工，柯文哲2014年就任市长了后，认定是弊案。伊去年时发现70几个所在无照设计图施工，下令停工过冬。2020虽然复工，这站阁因为内进步，荒废避难性能审查，结果有收济缺失卡条的，也毋知何时才通完工。记者陈嘉木、李秀凯台北采访报道。